啦就迎妙星啦，第6位咧仲有街燈啊，第7位粉紅衫粉紅眼罩風繼續吹啊，大熱門紫色衫淺藍就攞出去啦，係林寶精神啊，後邊4隻博愛先鋒、寶城之星、慣性金穗顏色勇士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呢就美麗邂逅佔先㗎，見到中間位置駿馬之星有型人追啦，外邊啊林寶精神上緊嚟，中間迎妙星咧同風繼續出去爭緊位，中檔位置仲有街燈啊，最後100零米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就係呢隻美麗邂逅啊，外邊冚上去就係林寶精神啊，中檔有型人同埋迎妙星接近中第1名，美麗邂逅擺咗喺前面放到啦。跑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林寶精神衝得順喎，中間有型人啦，咁啊迎妙星啦都逼逼夾夾咁樣噶啦。結果今場賽事轉過嚟谷草啊，擺咗喺前面走，美麗邂逅放到啦。第2名林寶精神，第3呢粉紅衫啊有型人，中間夾住係迎妙星要影相。步速就好快啦，不過就一放到底，美麗邂逅啊，轉過嚟跑馬地贏馬。第2名林寶精神，3、4名呢有型人定迎妙星要影相啊？迎妙星係咪頂唔到個胚啊？追唔到入個胚啊？好似有可能有。